後來這個中東的戰爭，講中東的戰火已經讓台灣機油的代理商載袂掉了。講機車的機油後個月就會起價，也閣有輪胎，到時陣恐驚賣對得起。機車到車廠換機油，平常時愛車就接做保養。不過，這機車的材料因為中東的局勢、能源甲原物料的價格搶關，有以色列機油的台灣代理商宣布起價通知，原物料基礎油甲烏油精的供應嚴重限縮，而且各個的供應商攏有通知，佇本月中開始會全面起價，超出公司會當吸收的範圍。照產品的類型無同，平均是起10%。有的機車技師就認為要量早做準備。提前去保養的話，如果知道這個訊息的話，應該會朝向這個會有這樣子的想法，對，但是就是不見得會影響騎車的意願。也不會，我都是看它那個數字才去保養。如果漲價，我也覺得沒關係。有人認為既然要起價嘛，敢若會當接受。不過看袂少品牌已經異性做廣告，親像雅馬哈廣告，戰爭衝擊全球的航空業、運輸業，機油等材料的價格確定就要起上無5%。而且唔若是機油，就連機車這的材料零件嘛，敢若是一定會起。原則上，如果輪胎到時候他們有的進口可能會高一點，進口可能會到10到15%了。那我們國產的話，應該5到10%前後而已。就是說，它本來預定也會漲價了，只是剛好這次搭上戰爭的話，可能稍微漲幅會高一點這樣子。中東的紛爭只要一天無收煞，真濟材料的價格恐驚是敢若起袂落。中央望供應鏈會當量早恢復穩定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